即间有着七彩顶墙、粉红红式的装置技术，是绿林门市某庙上新的迎烟灯。因为即种原料非常的灵验，因此市民降价指示，分零一准落来。越南老人有落价来指示，讲要用较创新。较现代化的迎面灯安尼。这种原料伫20档内已经砍成6万对的新人。原料原本伫3楼的天光灯，即马伫1楼合作灯的倒手边。庙方将迎烟灯打造成完美拍卡景点之外，更将迎烟灯以 LED 的科技来呈现。越南老人也有来指示有来指示就是讲伊要促成较侪善因面。大家会当存好心，做好事讲柔软的话，互迄个家庭较和乐即个大家当来加做寡好代志。庙方也推出文创品，吸引民众前来参拜。大家无妨来这行行咧，看传统甲现代科技全新的结合，顺线来求一个好姻缘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